你等于我讲用吹用猪汤的真好食哦，餐厅我来讲不好意思一桌，我来讲除咗开你8000块，才有照食有去食。为了转嘛，当中。菜价太一杯，我来讲无啥。来，想要食饭海无？两只摆我开你500，我就学好抬计少啦。400，金闪闪的哦，300来咧，对啊。看看喽。有人想买无？来，大只的来，300来，300块来。这个做了咯。我諗起大隻嘅攞魚喎，就各船各見嘅，見識識，300塊，300。